聖週三，打碎玉瓶。馬太福音26章6至13節。耶穌在伯大尼，在患麻風的西門家裏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瓶珍貴的香膏前來。當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把它澆在耶穌的頭上。門徒看見了，就很生氣，說：為什麼這樣浪費呢？這香膏可以賣很多錢，周濟窮人。耶穌知道了，就說：為什麼難為這個女人呢？她為我作了一件美事。你們常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，然而卻不常有我。他把這香膏澆在我身上，是為了安葬我而作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福音無論傳到世界上什麼地方，這女人所作的都要傳講，來紀念她。馬太福音26章6至13節。耶穌在伯大尼，在患麻風的西門家裏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瓶珍貴的香膏前來。當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把它澆在耶穌的頭上。門徒看見了，就很生氣，說：為什麼這樣浪費呢？這香膏可以賣很多錢，周濟窮人。耶穌知道了，就說：為什麼難為這個女人呢？她為我作了一件美事。你們常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，然而卻不常有我。他把這香膏澆在我身上，是為了安葬我而作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福音無論傳到世界上什麼地方，這女人所作的都要傳講，來紀念她。主啊，就好似你為我傾倒生命，求你幫助我打碎我嘅玉瓶，將生命傾倒俾你。願意我毫無保留，全然降服，獻上我嘅時間、恩賜同埋我嘅財物，讓我喺每一件事上邊尊你為大，使我嘅生命成為獻俾你嘅馨香之祭。阿門。